8月7日就要来公布对顶关税啊，这互产业界呢，拢感觉真惊吓。前台大校长管中敏呢是来做一份调查，结果发现讲有5成企业是认为讲，这美国的关税已经造成真大影响，其中受到冲击上介大的就是咱的传统产业。敢若今年4、5月，这台湾塑胶、金属还有矿产品，就已经损失64亿的订单。 美国4月宣布对台湾扣32%的对顶关税，虽然后来先暂停，不过8月7日特别公布，互产业界真紧张。有学者指出，台湾加计敢若会当承担10%的冲击，然后美国扣到25%至30%，产业界恐惊无法度负担，加上汇率提悬，冲击会更加严重。对等关税会不会到30？哈，现在大家很关心这个，巴西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欧盟、日韩都是25到30%。 那台湾跟他们很像，我们要被课掉的这个对等关税的税率应该是36%。为着要了解台湾受影响的程度，有学者针对产业界做调查，发现有超过5成的中小企业认为美国关税已经造成影响，有6成的企业认为，若扣税扣到20%，营收会减到3成。主要受冲击的产业排名第一的，如同大家可以预期的，就是电子零组件业，其次是。 电脑电子产品和光学制品业，第3是汽车及零件业，然后是机械设备业，然后是基本金属业，排在后面还有一些塑胶、橡胶制品，还有其他的金属制品等等，但这些应该是冲击最大。 学者指出，伫咧今年4月关税资讯出来了后，敢若4个月份2个月，订单就明显减少。金属制品比去年减29亿的订单，塑胶制品减13亿，矿产品减22亿。学者呼吁政府爱赶紧确定关税方案，互企业提早做准备。记者陈亚轩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